大基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天上圣庙妈祖生，最近大家嘛拢希望天公伯啊赶紧落雨，好加落一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天，读天这是白音，天就是咱伫咧外口抬头看到规大片的世界。天是地球4颗位啊，日月做伙排列的空间。宗教上认为讲是神大的所在，咱讲天顶；天嘛认为讲是大自然宇宙的神，咱讲天公。啊，那大自然的现象。落雨，咱讲落雨天；文音读做天，较特别的就是讲结合推推，咱讲结合天天。古早讲这日天，有花天酒地意思，像讲伫咧酒店天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翻天，也就是变天，有人讲起报头，本来是好天，变做乌阴或者是落雨。第二个词读做伤天害理，代表违背天理、无顾人性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拢足注重气候保护环境的话题，亲像污染环境、破坏大自然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千万唔通做。啊，若无影响到气候。不三时，一日出日头，一日又过翻天啊！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天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天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